续来看侯友宜找这个赵少康做副手了后，外界一直有议论，认为侯友宜的战力适合赵少康。赖清德甚至来批评讲，侯友宜会将做假礼。赵少康来回击，讲伊是侯友宜的赵子龙，帮侯友宜来清理战场。结果民进党阁甲口说讲，莫非侯友宜就是迄个扶袂起的阿斗？赵少康今仔日表示。安尼就完全颠倒三国的历史咯。讲赵子龙是为老毕来拍天下，天下拍落来，老毕也是老大。赵少康讲，将来侯友宜永远是老大。伊讲，伊会为侯友宜两肋插刀，到死拢无怨气。侯友宜是比大母母甲回讲赞。温仔这个搞完就搞温仔有点麻烦。去5个本座山改变黄金地，12月7日，侯友宜先向选民展现伊市长任内政绩。这款我看啦，哦，五谷之光哎，以前这里有真的一道盘在，对吧？蔡副手立委的参选人，电视结果600多件违建的事情霹雳，当时佫批评对手。8年柯文哲，你看设置还是那样嘛？台南更不用讲了哈。那个卢渣有吧，赖清德。秘书带到示威杀进杀出，赵少康自比上山赵子龙，另外更迄讲侯银道侯阿斗。赵子龙是帮刘备打天下，侯友宜兄能够这样邀我一起来选举，我跟各位讲，两肋插刀，至死无悔无怨，真的是这样。强加强，就变成强强联盟，没有能力、没有信心的人，再搭来搭去嘛。看阮两个合作咧拼，所以遐紧张是要创啥啦？回应议题，两个人的配合度愈来愈好。有关侯友宜愿意分权的争议，民进党批评讲，侯友宜若当选来变成现代版的溥仪。这么明目张胆的让侯友宜沦为傀儡，侯友宜也应该要拿出魄力出来。陈建仁是副总统，当蔡英文把任务交给他的时候，那就是他的事情嘛。将来一定也是这样子嘛。用执政党做案例，爱对手唔能够挑拨分化，嘛是向泛蓝的选民表现出侯友宜就是恁的老大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